这是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西藏人权组织敦促中国公布4名遭捕失踪藏人的下落；司政边巴次仁出席2024年喜马偕尔邦电影节闭幕式；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将访问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和西京邦；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圆满结束对菲律宾的访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在柏林出席中国民主化研讨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上周四10月24号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公布西藏安多阿坝遭任意拘捕失踪的4名藏人的下落。4名遭捕藏人分别为阿坝格尔登寺僧人罗桑桑丹和罗桑赤烈，以及当地藏人次仁扎西和汪吉。他们于今年9月初遭当地警方任意拘捕后失踪，此后无法获悉他们的下落或对他们的指控等任何信息。据消息人士称，遭捕藏人次仁扎西和班吉因与印度的亲友保持联系而被捕，但具体遭捕细节仍不清楚。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在阿坝地区的镇压活动愈演愈烈，特别是针对格尔登寺和附近村庄的限制措施有所增加。在4名藏人遭捕前，当局于今年7月关闭了阿坝县著名的2所寺院学校，迫使1600名僧人进入政府运营的寄宿制学校。当局此举是为了逐步消灭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以及民族认同感，使藏人融入占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中。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10月24号应邀出席了在达兰萨拉近郊的喜马偕尔邦中央大学举行的2024年喜马偕尔邦电影节的闭幕式。司政边巴次仁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他近期在瑞士苏黎世电影节期间参加慈悲的智慧首映式的经历。司政对电影如何对社区产生巨大影响发表了看法，并简要概述了慈悲的智慧是基于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采访而制作的纪录片。司政还指出，该纪录片即将在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的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映，鼓励与会人士前往观看这部纪录片，理解及传播尊者有关慈悲的教义和促进不同族群之间和谐的理念。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将于今天11月1号开始对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新德里、西京邦展开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根据行程，议长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出发，经首都新德里前往阿鲁纳尔恰尔邦的邦迪拉县，并于11月4号在邦迪拉县出席突琼嘎泽林寺新落成的主殿开光典礼。随后将访问当地的藏人定居点。11月6号至8号，议长将对新德里展开访问。11月9号，议长将前往西京邦展开一系列访问行程，并于11月10号参加在图姆朗地区举行的藏传佛教尼玛派寺院乌金明卓林寺院落成典礼。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财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上周日10月27号圆满结束了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和周边地区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在菲律宾马尼拉访问期间，代表阿若亚博士会见了菲律宾国会议员阿德里安·阿马通，向他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并递交了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嘎夏的愿景文件和美国政府颁布的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的副本，简要介绍了该法案的内容，呼吁他和志同道合的议员们在菲律宾国会中提出类似的法案。
随后，代表阿若亚博士会见了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周明金，讨论了西藏、台湾和中国的局势。另外，应菲律宾大学大众传媒学院的邀请，代表阿若亚博士访问了该大学，受到该校师生的欢迎。在与学生进行交谈时，代表阿若亚博士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旅程。与此同时，代表阿若亚博士还会见了拉蒙麦格塞塞基金会主席苏珊阿帆女士，双方讨论了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等议题。苏珊阿帆女士强调了在该地区分享达赖喇嘛尊者的世界和平愿景，以及明年通过研讨会和其他活动庆祝尊者90大寿的重要性。由于受到紧急台风的影响，代表阿若亚博士在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和德拉圣尼德外交与治理学院原定的2场讲座均改为线上进行。代表阿若亚博士分别就西藏的斗争、寻求自由与正义和菲律宾与西藏的关系，在多元化中建立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于上周四10月24号在德国首都柏林出席了由欧洲之声、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民主中国阵线、台湾民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台湾、香港、维藏蒙汉联合起来反对专制独裁政权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讲。应驻德国台北代表处的邀请，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于10月23号晚间同香港、南蒙古、维吾尔和中国民运人士等嘉宾一道出席了代表处举办的晚宴。期间，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桑杰加向谢志伟大使敬献哈达，并感谢台湾多年来对西藏的支持。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在10月24号上午举行的中国民主化研讨会上，以西藏文化灭绝的75周年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回顾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促进中共政治压迫受害者合作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慈悲指导，同时对中国新一代抗争者白纸运动的代表未能参加会议表示遗憾。随后，他将中国入侵和占领西藏的75年分成不同的时间段进行了介绍，着重谈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影响、强制迁移西藏的游牧民，以及强迫藏人儿童进入殖民式寄宿制学校接受同化教育等问题，包括台湾驻柏林大使谢志伟、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等嘉宾通过现场和在线的方式在会议上发表讲话。10月25号上午，与会者前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进行了抗议。西藏、南蒙古、东突厥斯丹、香港、台湾华人代表在活动上发表讲话。会议最后在发表2024年柏林会议共识后结束。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